Hello，大家好，嚟到6月25號第二節嘅桑普論證啦。今日又再繼續接力勤力啲同大家做節目啦噃。上一集都話繼續延續呢個伊朗嘅呢個12日戰爭結束嘅議題啦。上集講咗啲比較多啲嘅結束戰爭前後嘅一啲過程嘅情況。收尾有啲咩新嘅搞作咧？有好多資料同大家補充，因為太多資料啦，所以我會重點講一啲，我唔可能逐個展開，即係講唔完啦。可能快啲講啦。Trump 咧就話咧喺 Truth Social 就話咧，佢去到呢一個海牙荷蘭出席北約峰會期間咧，佢話有更多嘢想講。佢話咧，Both Israel and Iran wanted to stop the war equally。其實雙方都根本原先想平等地想停止戰爭嘅。佢話：It was my great honor to destroy all nuclear facilities and capability, and then stop the war。係我非常榮幸能夠摧毀晒所有嘅核設施同埋核能力，而且去停止呢場戰爭。而事實上咧，我錄影呢一刻，戰爭基本上係停息噶啦。點解我咁講呢？伊朗同伊拉克嘅空域全新開放，重新開放。即係伊朗同埋伊拉克咧開始國際航班可以飛喺上面啦。咁呢個你話你仲唔係停止戰爭？而且以色列都話佢會將佢當然啦未完嘅故仔，但係我哋會將主要嘅軍力投放喺加沙地帶，跟住喺加沙做好多樣嘢，陣間我會講到。即係話咧，佢會搞伊朗啲爪牙，因為美國叫佢唔好再搞伊朗，但係伊朗嘅爪牙放題任你搞。OK。另外去到呢一個係海牙，即係呢個出席北約峰會，即係喺荷蘭嘅 Trump 咧，亦都係話咧得到北約嘅秘書長 Mark Rutte 呂特咧發咗一個非常長嘅而且感恩嘅一個咧文章。佢話恭喜同埋多謝你喺伊朗嘅決斷行動，呢個非常難得，而且係冇人曾經敢去做噶。佢話咧，你 Trump 咧，使得我哋全部都更安全，亦都係咧多謝你能夠咧推動北約各國能夠將佢哋嘅國防嘅承諾，能夠喺2035年之前達到各國嘅 GDP 5%。佢話 Donald，you have driven us to a really really important moment for America and Europe and the world。佢話 Donald，你係使到我哋去到對於美國、歐洲同全世界一個非常非常重要嘅時刻。歐洲係將會係按照佢哋應該付出嘅嘢付出。Europe is going to pay in a big way as they should, and it will be your win。而呢個成為你嘅勝利。呢一點咧係非常難得嘅。我好少見到北約秘書長講到咁白嘅呢啲咁嘅説法，能夠咧寫俾 Donald Trump， 而 Donald Trump 就將呢個北約秘書長寫俾佢嘅私人通訊咧 cap 圖擺咗上去 Truth Social 度，相當有趣啊！呢一點係非常重要嘅一點咯。跟住咧就係以色列當然都會播翻咧，伊朗當時點樣攻擊佢，有啲活生生我同你大家揾翻呢個有關嘅新聞，你睇到噶啦，就係話咧係哇有啲 pictures 啊，就有啲彈道導彈喺伊朗嘅以色列北部墜落。哇！我睇到之後咧都覺得哇，呢啲咁嘅導彈係點樣嚟嘅咧？邊個射唔知？好可能係伊朗喺各地嘅民兵射，佢冇得到伊朗哈梅內伊嘅同意，即係佢嗰啲爪牙射嘅。所以呢件事嘅本身咧都要詳細咁去清查嘅。當然英國站喺美國嘅一邊啦。施紀賢首相咧就係英國施紀賢首相咧認為咧停火必須要維持噶，亦都係就係話喺中東度有機會能夠確保更加需要嘅穩定。佢亦都講清楚伊朗唔可以再被允許發展任何嘅核武，伊朗必須現在翻談判桌去做一個咧更加清晰嘅協議。佢就話咧呢個信息我就將會喺今日北約峰會同其他領袖會討論嘅。呢個就係 Keir Starmer。另外咧，伊朗就話咧佢即係透過佢嘅總統啦，
培澤斯基安就話俾呢個國營嘅電視台知，德黑蘭咧即係伊朗咧係準備討論同埋捍衛伊朗人嘅權利，而且重返談判桌。伊朗咧係唔會違反談判協議，除非呢一個以色列係違反在先，咁就冇得好講啦。咁呢個當然佢係口硬啦。咁跟住咧，你會睇到咧，以色列咧就而家唔理伊朗啦，就將佢注意力咧擺咗加沙地帶。咁啊喺停火嘅冇幾耐咧，即刻以色列進攻加沙地帶嘅哈馬斯。據報至少40人喺加馬斯死亡。喺伊朗同埋以色列停火嘅同意嘅時候咧，即刻以色列調轉槍頭向西進攻，攻巴加沙地帶嘅呢一啲哈馬斯嘅殘餘分子。咁啊，至少10個人係死亡。呢個有人咁講法。總之40定19咧，咁第時要埋單先至能夠計數噶。咁啊，大家知道呢一個係咧。而家即係話最大嘅攻擊係以色列，知道伊朗已經消退，哈馬斯咪孤軍奮戰咯。你嘅主人已經俾美國同以色列打巢晒啦，真主黨已經被打巢噶，加沙地帶真係需要清除嘅嘢。呢個胡塞武裝組織孤軍嚟嘅，呢啲就逐一被清剿。所以未來嘅局勢咧，對於呢啲哈馬斯嘅殘餘分子咧，係非常非常嘅險惡噶。OK。咁詳細嘅情況你要睇翻有關嘅新聞啦。咁啊，當然俄羅斯喺成個美國嘅對於以伊戰爭嘅斡旋當中有幾多角色咧？即係琴日我節目都講到啦，就係伊朗嘅外交部長去咗呢個莫斯科去見俄國嘅獨裁者呢一個普京。咁啊，普京有幾多嘅幫助咧？基本上佢有插手，但係基本上咧真正嘅榮光、真正推動到停火，都係 Trump 啫嘛，唔係普京啊嘛。Don't take it wrong，OK？所以你話佢咪會能夠去火中取栗筍得到啲嘢咧？連呢個機會都冇。點解阿 Trump 要好快停止12日戰爭，就唔可以俾普京或習近平火中取栗，趁火打劫，揾到一啲着數 ？And that's the end of it。上司未曾深愛已無情，未曾讓利已玩完啊！咁啊〜你就知道呢一個UN 嘅呢個 chief 咧就話強調咧就係所有戰鬥必須停止，咩古特雷斯啲咁啲當然係即係佢廢話，我覺得聯合國係個垃圾組織嚟嘅變咗。跟住之後咧，伊朗同伊拉克嘅空域重開，而且國際嘅升降到達以及呢個離開德黑蘭咧，基本上係只要有呢一個事前嘅批准咧，基本上都係被允許啦。咁呢個就係非常好嘅消息，即係呢個係。即係睇到咧，呢一個戰爭基本上大家都知道會停㗎啦。咁啊，當然啦，就係伊朗咧，仍然口好口硬啦。咁嘅就係伊朗喺英國嘅大使咧，亦都係講俾呢個 Sky News 嘅記者知啦，就係話咧問佢係咪多謝阿 Trump 可以搞到停火啊？咁伊朗就話 Not at all thankful，就係 not at all，not at all，基本上唔會多謝，唔會多謝啊，因為咧。美國呢個政權，尤其係呢一個侵略者嘅政權，你知啦，我哋有國際法，我哋有聯合國憲章，但係你要知道有好多方法去有和平解決紛爭嘅方法，但係佢哋唔做，而我哋伊朗咧會消除任何嘅含糊同埋誤解嘅。你會知道，如果你做一個違法行為針對伊朗嘅話咧，我唔通要多謝呢一位呢個侵略者咩咁啊？即係好嘴硬啦！佢話呢個荒謬嘅，我哋唔會多謝美國噶嘛。你唔需要你多謝啦，反正現在你嘅政權，你條狗命能夠留低喺度，即係冇個 Trump 去撳住點掂咧？你諗一諗係唔會發生噶嘛？OK，呢件事大家要有咁樣嘅一個理解啦。咁啊，啱啱講過北約秘書長呂特咧，亦都係最近就話啦，冇問題啊 ，Donald 你係即係 share 我啱啱個 message 冇問題嘅。呢個北約秘書長呢個呂特其實就係擦阿 Trump 鞋啫嘛，梗係講。咁其實呢班人乜都冇做到，英國乜都冇做到，法國乜都冇做到，俄羅斯想插手都插唔到，全部係美國喺12日嘅時間裏面咧解決呢個問題，完勝啊 ，very good，thank you very much，已經係咁樣嘅情況，希望大家明白。好啦，另外就係話
啱啱上次講到我話要注意兩樣嘢，仲記唔記得咧？一就注意咧，呢個伊朗未來局勢會唔會有個政權嘅轉變？阿 Trump 已經講過，佢並不尋求，再講一次，並不尋求呢一個咧所謂嘅政權更迭。但係我再講過啦，佢樂見有咁嘅情況發生，亦都預見有可能咁嘅情況發生，但係佢並不尋求呢一點嘅。點解咁咧？我哋陣間會講到。咁啊，呢個地方係對於中俄兩國、美中俄嘅博弈非常有關嘅。你要突然之間變，就會有權力真空、不可控嘅局面。你 uncontrollable 就俾咗中俄有可乘之機，所以你留住呢一個哈門內呢條狗命，慢慢收、慢慢變，而喺美國因勢利導 CIA 情報特工嘅呢個安排之下去變。但係記住，美國冇責任、冇義務、冇任何決心，亦都唔需要去顏色革命。真正嘅革命真係要伊朗國家自己救，唔好話美國幫唔幫你，自己國家自己救。咁你話我站喺一個評論人立場嚟講，我希望伊朗人能夠奮起啦，正如對中國一樣、北韓一樣啫嘛。但係你係咪有咁嘅民情秩序，有冇 ethos 能夠做到呢一點咧？美國唔會幫你添柴添火。It's a matter of you，the Iranians 能唔能夠奮起 ？As a matter of fact，Chinese 都一樣，North Koreans 一樣，呢啲 Cubans 一樣，你哋能唔能夠奮起去做呢樣嘢？OK，另外一個焦點我成日講噶啦。避免喺美國嘅本土被恐怖分子攻擊，尤其可以伊朗一轉二轉三轉派一啲咧恐怖組織單兵突進，甚至無一啲美國本土嘅一啲恐怖分子煽動佢哋去搞美國，跟住咧我再從中笑，羽扇綸巾，用極不對稱嘅方式對抗美國。以前有咁嘅先例啦，咁我希望呢樣嘢嘅話就係話美國會好提防。咁啊提防去到邊個位咧？係完全加強戒備，咁呢個加強戒備已經開始咗啦。OK，美國國土安全部警告，威脅環境加劇。聯邦調查局副局長就表示咧，呢個聯邦調查局 FBI 已經全力投入防止報復性暴力。紐約等主要城市嘅地方執法機關就聲稱處於高度戒備狀態。考慮到伊朗近年嚟被指控針對美國本土政治人物採取包括謀殺等行動咧，美國擔心被報復。而並非毫無意義嘅，係有理由、有根據㗎。今日美國聲稱，伊朗過去10年嚟最常用嘅伎倆，並非策劃大規模嘅暴力事件，而係僱傭謀殺，即係買兇殺人啊！咁啊，即係政府官員招募特工，包括俄羅斯黑幫分子同埋其他非伊朗人、殺害異議人士同埋公職人員，呢個就針對美國人。德黑蘭一再否認策劃呢啲陰謀，但呢啲陰謀一直受到美國聯邦調查局同司法部嘅阻撓同埋揭露㗎。咁啊，華盛頓美國外交政策委員會嘅高級副總裁 Ian Berman 就聲稱啦，美國會遇到咁嘅情況，並唔係某個潛伏小組直接同伊朗指揮中心聯繫，有好多中間人存在，就係一轉二轉三轉，跟住派人去咁搞。咁啊，另外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東問題專家咧 John Altman 亦都表示，目前唔清楚伊朗係咪打算採取呢種慣用手段，或者係咪有能力或野心成功發動大規模嘅攻擊。但伊朗政府可能有必要覺得有必要向民眾表明佢冇投降，跟住搞啲咁嘅發爛渣嘅行為。咁另外，國土安全部上個禮拜末已經發布警告，一啲外國恐怖組織呼籲喺美國嘅中東資產同埋人員採取報復暴力行動。呢啲機構仲話咧，伊朗政權支持者受到煽動，喺美國本土實施暴力行為嘅可能性正在增加㗎。咁啊，值得注意嘅知道咧，當時2020年。伊朗政權對於2020年導致伊朗將軍蘇萊曼尼死亡嘅恐怖襲擊，咁啊基本上咧，美國司法部咧亦都係挫敗咗一個喺舊年11月啊，2024年11月挫敗咗一次喺2024年大選前刺殺 Trump 嘅陰謀嘅。咁就係話咧，刺殺 Trump 嘅陰謀，而家就係有人話係同伊朗2020年蘇萊曼尼將軍死亡呢件事有關。咁啊，伊朗有好多人咧，一轉二轉三轉咧，就揾人去懟冧阿 Trump 不拿事件啊嘛。佢話呢個計劃咧係由伊朗政府嘅特工沙克里 Fahad Shakeri 向美國執法部門揭露，而佢曾經因為搶劫喺美國監獄服刑，並指控維持一個由德黑蘭招募嘅犯罪同伙網絡，負責監視同僱用殺手㗎。呢個沙克里就講俾美國嘅 FBI 知啦，伊朗準備
軍事革命衛隊一名聯絡人指示自己制定一項計劃嚟監視 Trump，最後刺殺佢。咁沙里就話咧，官員如果唔能夠喺規定時間內制定出計劃，咁就將個陰謀暫停到大選之後，因為呢個官員認為 Trump 會輸，到時候殺死佢會更加容易。你諗下，伊朗係死心不息嘅，伊朗背後係咪有中共呢？你諗下，邊個最想共 Trump 去死咧？你要有啲偵探頭腦，邊個最想 Trump 死？唔係伊朗，係習近平。OK，所以一轉二轉三轉啦。咁啊，你睇下呢啲細節咧，就係有好多陰謀細節嘢啲沙利有透露到嘅。咁佢都講俾調查員知，佢配合調查員係因為係爭取美國服刑嘅同伙減刑，而目前沙利仍在逃，尚未被逮捕嘅。咁所以喺度咧，非常咧唔清楚入邊嘅情況，但係時機敏感。北美嘅航太防衛司令部宣布，華府 DC 625，即係今日稍後做夜間防禦演習，即係軍演啊！咁啊，大家知道外界擔心美國同伊朗嘅緊張情勢升高之際咧，北美航太防衛司令部 NORAD 23號宣布，唔好意思啊，佢話將會喺華府同埋周邊地區做夜間防禦嘅演習。華盛頓郵報24號報導咧，美軍官員表示，呢場夜間演習將會25號午夜去到26號嘅凌晨3點舉行。軍方將會出動包括 F-16等數架嘅軍方海岸防衛隊嘅戰機、直升機。咁由於飛行高度最低只係2500英尺，即係大概760公尺左右，因此由地面咧可以睇到演訓嘅內容㗎。咁呢場演習正值以伊戰爭咧，即係同埋美伊緊張嘅時候，但係美航太防衛司令部第601空中作戰中心發言人咧，Tyler Turner 表示咧，呢場演習同伊朗無關，亦都同任何針對美國首都嘅立即威脅無關嘅。但係睇到咧，呢個就係在於喺華府上空做呢類演訓，咁嚟測試軍方對多種不同可能情況嘅準備程度，包括侵犯領空、劫機同埋其他威脅。咁啊，呢個對美國嚟講係非常相當時常發生嘅事。所以呢個 NORAD Command 呢個係北美嘅呢一個航太防衛司令部咧，係非常重要做呢個有關嘅軍演。咁呢個就配合咧，對於本土恐怖主義襲擊嘅呢一種擔憂咧，係有必要嘅。但係大家如果喺美國，亦都唔需要做驚弓之鳥嘅。我會認為呢樣嘢嘅話，就會未來咧就會要防禦就得噶啦。OK，你話伊朗短期內要做呢樣嘢嘅機會有冇存在？但係唔需要過度憂慮啦。咁啊，let's see how it goes 嚇。咁另外就係話咧，內塔尼亞胡就係被華盛頓郵報爆料啦，就係話舊年都想打鑊伊朗噶啦，劇本寫好就等阿 Trump 按掣決定。咁呢個有可能嘅有可能嘅。但我只係話真正決定打與唔打都係 Trump 話事。劇本你寫好咗 ，you are well prepared, you are ready to act militarily。呢個我絕對相信。舊年秋天已經決定對伊朗動武噶啦，但係積極說服 Trump 加入行動。咁啊，Trump 舊年秋天咩時候選舉嘅時候，佢都未當政，說服嚟做乜咧？記住喎，你諗一諗，Trump 係要執政幾耐啊？4年，唔係8年，係4年。2025年今年1月20號開始，去到2029年嘅1月19號或者20號嘅鐘，就係呢段時間佢執政啦。我問到而家過咗一半未啊？冇，1/4未啊？未，係1/8咋，都冇啊！係執政5個月零5日咋，6個月都冇啊！6個月先係1/8啊！所以話好戲尚在後頭，你哋唔中意嘅話都唔緊要，得我哋呢個係美國人民嘅選擇，而美國人我相信佢呢一次對 Trump 嘅呢一次嘅午夜鐵錘行動咧，稱讚有加。你只係睇下所有各路嘅民意調查，橫跨左中右派，冇人會 blame 一個 winner， 佢係個 winner，admit it，he is a winner， 佢係贏家嚟噶嘛，大佬，冇人會責怪
打勝仗嘅人嘅。OK，that's a matter of humanity，人性係咁樣嘅。你睇幾多左膠喺度酸啊、翳啊、帝啊、故氣泡衰啊、鬧我啊、鬧，係佢哋自己嘅一種幼稚病咯。即係佢哋有啲嘢睇唔開咯。我都唔想逐個讀俾大家聽，佢哋講啲乜嘢。哎呀，真係好傷人，即係傷害到人。但我只係話你自己，佢哋自己希望佢哋反省一下咯。我只係講希望咁咯。咁啊，呢個就係以色列嘅行動。咁另外就係話咧，中國有冇做嘢？有。中國點樣樣咧？派間諜船波斯灣喺波斯灣度偷窺 B2。B2 係乜嘢？嗰架幽靈戰機啊，由密蘇里出發，跨越大西洋，去到呢一個地中海，兜到意大利南部，跟住入以色列，跟住一路闖到去咁去。咁而家佢喺邊個地方去偷窺呢？波斯灣，我哋奇怪啦。返航嘅時候，離開伊朗嘅國境嘅時候，我印象中都冇經過波斯灣啦。佢係伊朗飛去伊拉克，跟住就咁出去。我真係唔知你偷睇啲乜嘢。Where the hell are you？咁呢個中國話派出2艘所謂最先進嘅815A 型嘅電子偵測艦，現身波斯灣水域，近距離監控美軍嘅行動，係咪好犀利咧？嗱，個來源就來自嘅保加利亞軍事網嘅呢個消息。咁啊，北京呢個舉動並非援助伊朗，而係趁機透視、全面觀摩、揣摩，同埋要觀察美軍 B2 呢個幽靈匿蹤嘅轟炸機同埋電子戰嘅操作。你有都冇用㗎，即係你太監睇人哋搞嘢一樣啫嘛，睇皇帝點樣搞啲妃嬪一樣啫嘛。咁你太監，你冇咁嘅能力啊嘛，你冇 B2 啊嘛，啱唔啱啊？咁你點去睇都冇用啦。呢2艘潛艇就叫做855號同埋815A 號㗎，係源自於中國喺非洲吉布提嘅基地，近期駛入咗波斯灣。呢類電子情報艦具有強大嘅信號情報 sensing 嘅能力、攔截能力，即時偵測呢個雷達波同埋通訊同埋其他電磁信號，係希望咧收集敵軍作戰模型嘅工具。但唔好意思，我都講過，有聽我嘅即係 video，你都知道美軍係刪晒所有通訊設備嘅。18個小時去，18個小時返，加埋炸嗰半個鐘，攬炒埋37個鐘，沒有通訊。咁我想請問你啦，中國點可能可以北到任何嘢啊？就知道你個契弟陳金城想咁樣做，於是乎已經裝你彈弓裝咗好耐噶啦，冇用嘅。即係呢啲嘢裝假，我都唔知呢班所謂嘅雜牌軍能唔能夠真係做到呢個北嘅效果。而事實上冇嘢偵測到，因為 too far away，都唔經過波斯灣。知你有波斯灣隻艦喺度，都唔經過波斯灣，你徵條毛咩？另外一樣嘢就係呢啲嘢認知作戰嘅部分。我哋中國掂有軍隊嗰度，美國真係偷笑。第一，太遠你偵測唔到；第二樣嘢就係全部熄晒通訊，咁你偵測條毛咩？所以我就話呢啲咁嘅消息，好多報紙喺度報嘅時候，或者啲媒體報嘅時候，你諗下從一個常識嘅角度，同埋前後一致嘅角度諗一諗，究竟呢啲係咪啱數咯？呢個先係緊要。我覺得係冇用啊！中國係無力玩，無力再玩，無力再車炭紅太陽變暗淡。解釋，OK？咁另外就係話咧，咁啊，美國認為咧，伊朗即係先前咧係對於卡塔爾烏代德空軍基地發動一個飛彈報復咧，其實事先都知道咧係伊朗想釋出一個我要發爛渣回應我對國內嘅睇法，但係早已經釋出咗個避免進一步升高對美情勢嘅信號㗎啦。咁啊，亦都係
睇到哈梅內伊下令還擊，但亦都指示避免引發同美國嘅全面戰爭。當時伊斯蘭嘅革命衛隊 IRGC 評估，出於兩個理由選擇烏代德空軍基地。一係呢個空軍基地係區域裏面咧美軍最大嘅軍事設施，認定有參與到 B-2 轟炸機嘅空襲行動嘅，但佢唔想真係炸美軍，佢揸旁邊。二就係卡塔爾係伊朗嘅緊密盟友之一，係一啲遜尼派嘅一啲人，佢同什葉派唔同，但係基本上喺中東呢個阿拉伯半島咧，同伊朗比較 friend 嘅。咁啊就係卡塔爾咧，相信能夠損害，能夠將佢維持非常即係恰下嗰啲所謂嘅契弟，一啲盟友啊朋友攞嚟出賣，跟住之後咧恰到佢最少嘅程度。咁啊，英國嘅每日電訊報就話咧，卡塔爾具備精密嘅防空能力，恐怕要耗費數百枚嘅飛彈幕先可以突破。咁啊，基本上咧係卡塔爾冇受到重創，炸一兩嘢，今日象徵性咁樣咯。OK，咁另外咧，局勢穩定最緊要啊。啱啱講過 ，Trump 並不尋求伊朗嘅政權更迭。路透報道就係話咧，媒體問到 Trump 係咪希望伊朗嘅政權更迭，佢話 no。佢話如果發生咗就發生咗，但我唔想要。即係話咧，美國一定公開表明，不旨在推翻哈梅內伊政權。大家回答，你睇下有骨㗎。不，如果發生咗就發生咗，但我唔想要。即係我話咧，呢件事可能自然而然咁發生，我唔會阻止佢發生。我理得你以色列派咩人去搞掂佢，理得你世俗派，理得你一個哈梅內伊旁邊嗰啲四大家族。我只係話發生咗就發生咗，如果真係推翻咗哈梅內伊政權 ，let it be。但我唔想要，你唔好老屈我，要想推翻你。我唔希望發生呢啲事，我想睇到一切盡快冷卻落嚟。點解啊？政權更迭會導致混亂，佢咁講啊，政權更迭會導致混亂 chaos， 而理想嘅狀態係我哋唔想見到太多嘅混亂，所以我哋 let's see how it goes， 我哋會睇下未來會發生咩事，呢個都重要啊。即係我哋會睇未來點發生，我咪話一定要唔俾佢政權更迭，要維持哈梅內伊。有啲左膠啊、侵克咧、蠢人、共諜、偽裝中立嘅人，呢左克愚共偽呢五種人咧，就不斷話你睇下 Trump 希望伊朗維持專政，你睇下反民主啊，仲唔係獨裁者？我再讀一次啦，哎呀，我真係為免呢啲左膠仲喺度挑戰呢啲嘢，即係唔讀英文嘅 ，you don't really read，OK？佢話我美國唔會主動要促動呢個政權改變，但如果發生咗就發生咗 ，I will let it be。再講多次，我希望冷卻呢個政權繼續喺度，唔好做太多嘅混亂。但如果真係要改變嘅話，就由佢咯。我哋會繼續觀察會發生咩事，係咪好清楚啦？Trump 並唔係要維持哈梅內伊政權啊。Trump 係話有佢自然演化，但美國並不旨在推翻呢個政權，唔係搞顏色革命，明冇啊？我覺得呢個係啱嘅。美國冇咁嘅責任與義務搞顏色革命嘅，呢個 really wrong。當地佢唔中意呢啲嘢，唔理佢，佢中意食屎，唔中意食飯咪食屎咯。你中意食粥，唔中意食飯咪食粥咯。你中意食野草嘅，唔中意炒菜嘅，你咪食野草咯。如果你真係要爭取，付出你嘅犧牲，你嘅勇氣去爭取你要爭取嘅嘢咯。有好多人鼓勵伊朗民主革命嘅，我覺得樂見其成噶。我唔會覺得呢個係錯嘅鼓勵咯，但係美國並唔係革命販子啊嘛，OK？
你哋要做嘅嘢，你自己本身要做掂佢咯，唔好祈求攞美國任何好處。但我會睇實佢，我確保未來呢個政權專制又好，民主又好，唔會再傷害美國，唔會對美國構成威脅，甚至乎幫到美國對付其他一啲地緣政治嘅敵人。呢個就係美國真正嘅心法咯。Trump 就話中國而家可以繼續由伊朗購買石油啦，希望佢哋亦都能夠向美國大量採購啦。如果能夠促成呢件事，我會好榮幸嘅。Good friend, good relationship 好朋友 friend 同埋好關係難得。你可以買翻油啦。你去買油嘅話咧，我唔攔你啦。希望其實一直中國都買緊油，唔需要你講可以買翻油。佢就話而家可以繼續由伊朗購買石油啦。你 friend 啊 friend，呢啲嘅契弟已經冇用咯，打巢晒佢，閹割晒佢噶啦。你哋買一買，希望佢哋亦都能夠向美國大量採購。你中國同我哋大量採購 very good， 希望你能夠俾錢俾我，傾掂個 deal。遲啲我哋翻去啦，就嚟完成噶啦，係咪？7月初個 deal 期就完成啦，90日7月初就到期啦，好多國家要傾掂個 deal 啦，而中國亦都要被 deal 噶啦，咁所以你諗下，呢邊你唔買時間啱啱好，而中國每個月由伊朗進口4300萬桶原油。呢個數字佔伊朗原油出口嘅90%，基本上伊朗高度依賴同中國嘅貿易，即係話你買。佢話呢個佔中國原油採購量13.6%，咁嗰啲左膠就話你睇下，邪惡軸心連結，你又話要分開佢哋，有時要放收啊嘛，等你估唔到啊嘛。同啲蠢人講嘢，我真係冇辦法講。即係每次佢捉住一點，跟住話俾大家知，睇下中俄互相連結嘅咁樣睇落去咯。我費事同大家喺度打開口牌啦。英國能源分析公司咧 Watersa 就話咧，經由霍爾木茲海峽運出嘅凝結油同埋原油當中咧，大概65% 運往中國。中國高度依賴伊朗嘅。沒有伊朗，中國炒晒噶啦，玩完噶啦，雪上加霜噶啦，喊噶啦。習近平匿喺地底10層、100層都冇用，18層地獄都冇用，冇油啊，點搞？冷氣都冇啦，係咪？電都要有啦，天然氣啦嘛，所以呢個大劑。好啦，講啲輕鬆啲嘅啦。諾貝爾和平獎共和黨眾議員卡特。Buddy Carter 唔係嗰個1979年嘅 Buddy Carter，係一個新嘅 Carter。佢係同日致信俾，即係12日戰爭結束之後咧，就致信俾諾貝爾獎委員會，表示要提名 Trump 角逐諾貝爾和平獎嘅。咁呢位眾議員咧 Buddy Carter 就係卡特咧，喺24號喺 X 平台分享自己寫封信俾諾貝爾獎委員會嘅內容。佢成封信係咁樣寫嘅。身為美國國會議員，我正式提名美國第47任總統 Trump 角逐諾貝爾和平獎，表彰佢喺調解以色列同埋伊朗之間嘅武裝衝突，阻止全球最大嘅國家恐怖主義支持者獲取致命武器方面嘅展現出嘅非凡歷史貢獻嘅。佢話近呢幾個禮拜，全球局勢就係正係因為呢一場破壞區域穩定嘅戰爭一度瀕臨失控，但係呢次危機入邊呢，Trump 總統果斷採取行動，用實力促進和平，最終促成停火、平息衝突。佢嘅聲明喺全球引起重大嘅迴響。Trump 總統宣布一項全面嘅停火協議，讚賞以色列同伊朗都有勇氣結束戰爭。佢傳遞咗尊重同和平嘅信息，令軍事行動完全停止，不再升級，拯救中東同埋全球數以千計嘅生命㗎。Trump 總統嘅影響力係迅速達成呢一項原本被認為不可能嘅協議裏面嘅非常重要嘅關鍵嘅位置。佢仲果斷採取行動，阻止伊朗嘅核野心，確保世界上最大嘅國家恐怖主義支持者無法獲得核武。佢呢個關鍵嘅時刻自然嘅領導力，正係諾貝爾和平獎所要肯定嘅理想，就係追求和平，
防止戰爭，促進國際和諧。喺一個充滿歷史仇恨同埋政治動盪嘅地區，能攞到咁嘅突破，真係需要極大嘅勇氣同埋清晰嘅決斷。Trump 總統兩者兼具，為全世界帶嚟罕見嘅希望之光。基於以上原因，我鄭重推薦美國第47任總統 Trump 係會成為諾貝爾和平獎嘅候選人。咁你好多人就唔服啦，有睇呢個節目即係同我聲色相投嘅就覺得服嘅 yes 嘅，大部分係咁樣。咁有部分嗰啲國安啊、共諜啊，係咪左黑如共蟻啊？就話 no，我只係話俾大家聽一件事啦，提名咗啦，都唔到呢個獎攞唔緊要嘅咩？最受歡迎男歌手啊、視帝啊、咩影帝啊、咩金像獎、金鐘獎啊，有乜鬼咩金馬獎啊？呢啲虛名嚟啫。問題就係話你講俾大家知一件事啦，5個月多5日，半年都冇印巴衝突，幾日內停咗。以伊諗住哇打成幾年嘅戰爭，12日停咗。好啦，俄烏戰爭，中共威脅嗱，我就話當然我係好欣賞好多人提名佢攞諾貝爾和平獎啦，但我話做到前兩者咧，試問咧喺列根以後，由老布殊到克林頓到小布殊到奧巴馬到拜登，有邊個人做到呢樣嘢啊？咁嘅決斷咁嘅能力先啦。你可以好憎佢，我就同啲左膠講，唔係同大家講。同啲左膠講，有好多人好憎佢，你哋好憎佢。但係問題就係佢咪真係有咁嘅能力 capability stop 到呢啲戰爭？你睇下佢嗰種兵不厭詐、兵貴神速嗰種以戰止戰、果斷決定嘅精神，有邊個能夠及得佢？而事實上做到嘅後果會係乜嘢？效果會係乜嘢？大家眼見啦。好啦，俄烏戰爭係有啲碰一釘嘅，但係你諗下碰釘之後有冇更大機會解決咧？我問你啦，而家普京會點諗啊？你諗諗，習近平而家點諗啊？睇到你嘅鑽地彈，佢做隻鑽地鼠啊，都鑽唔到100層樓咁深嘅碉堡啦，習近平。喂，嗰隻鑽地彈10層、20層樓都打得冧喎。喂，你要幾深啊，大佬？喂，地殼會有壓力嘅，習近平豬頭會爆嘅，大佬唔掂噶嘛。所以就話啦，習近平而家係驚啊，咬緊底啊。再唔好講佢住嗰地方，全部係冇瓦遮頭，甚至有瓦遮頭只係一個瓦片嚟嘅啫，一堆氧氣筒爆嘅會。所以呢啲就係話習近平好驚嘅地方。普京咧，哇！我要調停，你唔俾我調停，人哋嘅外交部長嚟同我講幾句，我想介入，你即刻 call stop，跟住揾梅德韋傑夫串你幾句之後咧，全部梅德韋傑夫嗰10點全部翻車。好啦，你話我想調停，跟住你話我調我老味，就話我咧，我就同呢一個烏克蘭應該停戰，咁我咬緊底啦。喂！印巴算數啦，太遠啦。喂，以伊啲地方你都可以搞得掂，兩個世仇。喂，咁我啱啱聽到你一個 Trump 講，你話我都唔知啲人係咁打嚟做乜啊？What they are doing？其實你係串緊唔係啲以伊兩個國家，你串緊俄羅斯同埋烏克蘭啊？係我恰烏克蘭嘅，烏克蘭係受害者，被侵略者，毫無疑問嘅。獨裁者、侵略者定俄羅斯，毫無疑問嘅。你即係叫我收皮，咁你即係話叫我即刻要談判，咁我有咩着數先？呢個就係未來普京要問呢個 Trump 嘅問題。你要我停得，我知道你真係要停，打冧我都得，但我話我有乜着數先？咁我 Trump 就話嗱，敬酒唔飲，你就飲罰酒。我唔想飲罰酒，我要飲敬酒。敬我，你起碼要敬咩俾？攞咩敬我？殺隻雞俾我啊！揾個女人俾我，我唔要呢啲。我要我個俄羅斯或者我普京嘅獨裁者嚟嘅，你俾啲咩俾我？你俾掂俾我，我咪停咯。呢個就係未來嘅 deal。
而最關鍵嘅一點就係你要停呢場戰爭，係伊朗被美國牢牢喺佢手上面去控制住，未來嘅局勢轉變成為咗可能，而家未係啊，可能會演化成為一個好嘅籌碼，讓利部分嘅利，唔係全部，部分嘅利俾俄羅斯，然之後換取拉俄遠中，唔係聯俄抗中，係拉俄遠中加呢一個停止俄烏戰爭雙重嘅效果。呢個地方當然有啲 wishful thinking，當然 Trump 唔會講喺呢個嘴邊上，但係正係向住呢個方向行緊嘅，你諗下。如果真係做到呢一點，印巴停、以伊停、俄烏停，你仲唔攞諾貝爾和平獎？諾貝爾和平獎可以執笠啦，係咪啊？你諗一諗，歷史上有邊個總統能夠做到呢一點啊？所以我就話，可能去到第三個，佢停咗俄烏戰爭，佢攞到諾貝爾和平獎機會極大咯。我就覺得咁啊，佢已經好難得噶啦。你試下，你係美國總統，你做唔做到呢樣嘢啊？我覺得好難得。咁啊，當然啦，好多人就話美國而家去打呢個伊朗三粒呢一個大彈，唔係三粒，三個基地10幾粒彈打落去啊！咁啊，基本上咧有個僵局就係話 Trump 咧好似唔信自己嘅親生仔，信其他人。咩意思咧？以色列俾佢情報信，CIA 俾佢情報唔信。因為關於德黑蘭計劃嘅進程嘅動態咧，情報官員同埋外部專家同埋政策制定者之間嘅辯論咧，基本上已陷入近20年嘅僵局。而家唔同嘅地方並唔係情報內容變化，而 Trump 比歷任總統更願意聽從以色列嘅意見，而更加唔信任中央情報局，即係佢相信以色列官方，包括莫薩德同埋內塔尼亞胡嘅忠誠、誠實、坦白，但係唔相信 CIA 中央情報局。點解會咁呢？有幾個原因嘅。第一，以色列嘅莫薩德嘅呢一個能力好強。第二，你問 N 個情報局都有 N 種情報嘅。嗱，記住啊，你做最高層，你有 FBI 有 CIA 好多人，就算每個 CIA 都有鴿派、鷹派、自由派、保守派，佢哋做嘢嘅方式完全唔同，掌握到嗰個事實。點樣隱藏一啲？點樣去 shape 一個樣嘢？每一個有自己嘅地方，呢叫深層政府嘅一部分。你做大嘅，你做 leader 嘅，你一定面對到唔同嘅人講唔同嘅情報俾你知。你撥開人哋嘅嘢，摸清楚人哋嘅底，你要花時間㗎，花精力問啱問題，去搞清楚人哋 why，what is the basis，justify it。你可以逐個問呢啲問題。你問得嚟咧，已經問瞓。你下面嘅人有好多嘅 hierarchy，好多嘅山頭，你信得邊個咧？呢個就係以前好多皇帝、獨裁者佢哋面對嘅情況一樣，就算民主嘅政府都一樣。所以你做領袖，講常識、講邏輯、講直覺，我咪知好緊要。講常識、講邏輯、講直覺，有時好準嘅。你會覺得有人話唔好打，有啲人話要打，有啲人話咧打一半，一定有唔同意見嘅，啲幕僚都唔同意見啦。但你發覺以色列莫薩德俾 Trump 嘅一啲資訊咧係好單一嘅，好清晰嘅。中央情報局咧，你又發覺到咧，哇，唔同陣營有唔同嘅討論嘅。For which 呢個民主社會 OK，但對決策嚟講不利嘅。再加上 CIA 有好多深層政府嘅成員，有啲都唔知係咪想搞假消息嚟買起嚟嘅。OK，咁呢樣嘢嘅話，你咪相信伊朗有核濃縮鈾 ？CIA 有啲人話唔係㗎，佢 well before they can develop nuclear weapon， 但係由以色列方向收到嘅唔同，所以對嗰個國家從情報總監秋斯加巴，即係由民主黨轉向共和黨呢一個咧前夏威夷嘅一個國會議員啦。咁你要睇到咧，佢講嘅就未有大殺傷力嘅核彈可以製造到，但係咧 Trump 由以色列嘅方面咧，通過唔係
美國自己嘅親生仔，國家情報總監嗰啲系統嘅人收到嘅消息就係佢好接近能夠製造核彈。咁你就信邊個咧？咁你撥一層啦，即係問點解？講俾我知 ，justify back 喺邊度？你摸一啲嘢，覺得有道理，你睇下值唔值得相信喎？咁你自己嗰啲人咧有唔同嘅消息俾你，你只能夠相信一個。Trump 相信就係話，只要伊朗有意願，就可以迅速製造核彈。呢個就係以色列嘅一個咧基本嘅情報。咁呢一點係緊要嘅。相信錯情報嘅後果就好似小布殊以為伊拉克嘅前總統侯賽因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WMD 一樣，咁結果咧就當然係信錯人啦。情報界嘅嚴重失誤啦，所以做美國總統你要記住一樣嘢就係，你唔係情報界永遠都係錯或者啱，憑常識、憑經驗、憑邏輯、憑直覺。你話哇，你講到直覺話好神化，我咩事？你去到中年人之後，你會睇到直覺好緊要。你嗰個直覺 intuition 要 sharp 嘅，清醒嘅，唔好瞌眼瞓嘅。有時食下麥當勞，飲下可樂啊，開心，直覺就會好，童心直覺就好好嘅。咁你用咁嘅方式嚟處理問題咧，事半功倍。OK？呢個係我講你知，好多人做大嘅呢個咁樣嘅格局咯。咁你做嘢就會非常 sharp 嘅，同埋 intelligent。OK？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今次係講好耐，我哋下次再講。